早前我哋報道過，有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喺烏紗蛇同埋田雞等動物超過一半嘅體內都係含有裂頭蚴寄生蟲，而廣東則係全國裂頭蚴發病病例報告最多嘅省份，大幅超出第二位 1.5 倍。就喺琴日，肇慶市民唐小姐就喺啱啱買翻嚟嘅幾隻田雞身上發現到幾十條咁樣嘅寄生蟲。呢一碟就係唐小姐由田雞嘅體內夾出嚟嘅寄生蟲，顏色呈白色，一條條咁，仲不斷喺度蠕動。咁多人，係我劏嗰隻嗰陣時見到有好多，然之後剩翻另外一隻呢，我就自己揾張刀片自己解剖，比較多，然之後呢就見到之後掹佢出嚟用指甲。琴晚11點半開始掹到12點半，淨係隻腳都已經係一碟。係即係呢邊咁中意食啲田雞嘅話，希望你哋記者可以播出嚟啦。據了解，呢一種寄生蟲叫裂頭蚴，廣泛寄生喺青蛙同蛇等野生動物嘅體內。食用生嘅又或者未煮熟嘅蛙肉、蛇肉係感染裂頭蚴嘅主要方式。裂頭蚴嘅壽命較長，喺人體內一般可以存活12年。裂頭蚴可以感染患者全身嘅軟組織，令到局部呈現炎症，亦都可能通過血液循環進入大腦內生存，並引發相關嘅腦病。每年大約會有5萬人因為呢一種致命嘅腦病而死亡。廣東台報道。